除了軍事威脅，中國嘛是一直上牽上拍來滲透咱台灣。檢調發現講，有中國的科技公司甲咱國內業者做咱的口罩，假做是天下雜誌的編輯，要來甲人採訪，其實是要偷摕機密。專案有2個台灣人涉案，涉犯這個自法的部分是不起訴，那犯罪中國人是已經獲發布通知。檢調到公司全面敲找，約談的2個前後任負責人涉嫌甲對方交結協助不法事項。理性及誠信兩名國人受中國大陸網軍指使，在台收集手機門號註冊之賴賬號，再以每個賬號人民幣1100元代價出租與大陸網軍使用。來涉案的公司登記的辦公地點現留大門鎖定的，無法度知影內底的狀況。不過檢調查出2個業者收錢辦事，註冊的真濟個 LINE 小號，租予廈門市旅地信息科技公司，予對方不法人士為114年3月開始，假做天下雜誌總編輯，接觸國內政學界人士，想要偷摕機密資料，連立委助理都是以落手的目標，好甲再無去騙去。提供了我一個裡面是夾帶壓縮檔的文件，是必須要透過加密的方式才能另外再開通，我就覺得很奇怪，然後就通報這件事。就是我通報之後，他們還是會再來跟我聯繫。突然有一天就是跟我說，直接給你一支專用的手機，讓你比較方便跟我們聯絡。對方鎖定的對象，唔拿國會助理、咱自外管處加創造為5年做有關的人權團體，嘛好列做滲透的目標，靠2大手法發動社交工程攻擊。第一就是加賴，假做採訪邀稿、探問資訊；過來就是假有惡意程式的電子郵件，若是點擊下載，設備就去駭客控制。目前主導犯罪的中國籍姓洪人士已經發布通緝，過來2個嫌犯是得到原起訴。2名被告分別涉犯幫助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，均予以緩起訴，緩起訴期間為1年，分別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12萬元及5萬元。檢方考慮涉案個人認罪有賄賂，嘛繳回人民票3300塊的犯罪所得，涉犯的個自法罪嫌，可以1年原起訴。被告妨害電腦使用的部分，因為查無電腦實際去駭客攻擊的事情理由，罪嫌不足，以無起訴處分。記者採訪報道。